大家好，特朗普於4月份宣布大幅提高全球嘅關稅，造成環球股市極端波動。基於關稅政策可能會為企業嘅利潤同埋消費者實際嘅收入帶嚟負面嘅影響，削弱投資者嘅信心。我哋預期金融市場將會持續波動，關稅政策同埋地緣政治緊張嘅局勢將會加劇經濟嘅風險。美國3月份整體同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都有所下跌，但係目前市場擔心，如果關稅持續，將會推高通脹，高物價可能會令整體需求下滑，甚至引發滯脹。因為關稅預期造成嘅經濟增長放緩同埋通脹加劇，令到聯儲局陷入一個兩難嘅局面。鮑威爾強調，聯儲局會等到更加明確嘅訊息，先會考慮調整政策。預計利率短期內將會維持不變。歐洲方面，受到市場情緒同埋國內需求可能進一步惡化嘅影響，20% 嘅關稅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減少40到60個基點。德國嘅財政改革包括增加國防支出同埋5000億歐元嘅基礎設施基金，相信可以改善佢哋長期嘅經濟前景。但係對於今年嘅經濟增長影響有限。雖然歐洲主要經濟動力預計會持續，但係受到美國關稅同埋全球不確定性嘅影響，市場係會繼續出現波動。鑑於歐洲股市估值偏低，風險回報相對比美股可觀，值得納入長期嘅投資。至於日本，對等關稅同埋汽車稅可能令經濟下滑20到70個基點，同埋有機會導致東證指數喺2025年嘅收益下降7到8%。日本仲未公布針對美國關稅嘅對策，但係相信採取報復性關稅嘅可能性唔大。喺中國，異常高嘅關稅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近100個基點嘅影響。中國已經表明將會對美國嘅關稅採取更加強硬嘅態度，唔再預期短期內貿易戰會降溫。與此同時，中國透過主權基金支持股市。我哋認為中國可能仲會宣布更加廣泛嘅刺激計劃，以抵消美國關稅嘅影響。喺行業方面，人工智能嘅發展正處於早期嘅階段，相信未來10年將會推動科技嘅進步。美國、日本、韓國同埋台灣嘅科技股將會引領呢一輪嘅升勢。中國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DeepSeek 嘅崛起，提振咗市場嘅情緒，同埋加強咗投資者對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嘅信心。我哋對人工智能作為長期增長主題嘅睇法正面。總括嚟講，喺資產配置方面，我哋對股票持稍為保守嘅態度。受到美國關稅政策影響，我哋下調美國到稍為保守。由於德國歷史性增加軍事同埋基礎設施嘅支出，我哋上調歐洲到稍為睇好。目前日元係避風港，加上估值唔高，我哋對日本維持中性持有。同時，我哋對中國內地同埋香港維持中性持有，而下調亞洲市場到稍為保守。我哋嘅投資團隊將會密切留意市場嘅變化，作出專業嘅分析同埋資產配置。如果有興趣知道更加多最新嘅市場觀點，歡迎大家隨時瀏覽我哋東亞聯豐嘅網站。多謝收睇，我哋下次再見。